今日去遠近馳名的江南水鄉朱家角古鎮一日遊。由陸家嘴出發，地鐵2號線到虹橋火車站，都冇人喺度。轉乘17號線，坐10站到朱家角站下車，大概個半鐘。一定啦，用嚟洗嘢啊、倒水啊。咁守秩序。我哋揀咗第3種方式，步行。1號出口，沿珠溪路轉入長迎賓路，走大約30分鐘。好啊。就係我仲盡量用1即時嘅我影。海鮮啊？係就睇啊！哦。定山。朱家角舊稱朱溪鎮、朱街角，俗稱角里，位於上海市青浦區，一座擁有1700多年歷史的江南水鄉古鎮，以小橋流水、明清建築群及豐富的傳統小吃聞名，可以體驗上海近郊水鄉風情，與品嚐特色美食的一日遊熱門選擇。1991年2月，上海市政府公布朱家角鎮為第一批歷史文化名鎮。2019年被評為中國文化百強鎮。2004年獲評為國家4級景區。近年更一直力爭創建國家5級景區。城隍廟碼頭喺左邊。吃過了，呢度有個唔知咩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古鎮內有一間著名的百年佛教古剎圓津禪院，建於元至正年間1341-1368，距今已有600多年歷史。因供奉神州聖母，俗稱娘娘廟。寺內佛像精雕細刻，莊嚴肅穆。院中的綠植與古建築交織，佈局精緻。黃牆靜密，非常有中式古典禪意。其清華閣是古鎮的標誌性建築之一，面向曹港河，盡顯江南水鄉的清幽與靈動。明清時期更是引來江南頂級文人，
書畫大師董其昌、劉墉、鄭板橋、吳昌碩等，堪稱當年網紅打卡點。哦，喺嗰度啊！古鎮內最熱鬧的，莫過於這條被譽為滬上第一名清場街的北大街。大約宋元時已形成集市，及後到了明末清初，朱家角米業突起，更是帶動了百業興旺。古人曾用長街3里，店鋪千家來形容這條市井煙火的街道。經年累月被踩得光滑的青石板路，兩側幾乎相接的明清屋簷，兩旁林立的傳統老店，兜口兜面都有一間。除有中外遊客，更多的是街坊鄰里穿梭幫襯，足見其物美價廉，依舊保留着最純粹的水鄉日常。好啊，好了嗎？混賴小朋友吗？裡面多咁嚿嘢嘅。来，这边鱿鱼烤香肠、臭豆腐。从这儿到那个城隍庙，完了再坐回来，200块钱。完了之后是一家人6个人给他们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买的40块钱。放生橋滬上第一橋，始建於明代隆慶年間1571年，由當年慈門子聖朝和尚募集15年化緣積蓄所建。因結社放生，禁止與別撒網而得名。歷經400多年風雨，至今仍是上海最大、最長的5孔石拱橋，長達72米的花崗岩，南59級、北62級的台階，鎖住了江南數百年的歲月滄桑，也是拍攝古鎮水道全景的最佳位置。你行咯，我唔係你影咯，我行咯。另外，著名景點仲有城隍廟，亦稱青浦城隍行宮，建於清同治光緒年間的清代書宅閣李大院、科植園和心園，以及華東地區唯一保留下來的大清郵局舊址等等。喺側邊影我嘢喎。係咯，喺嗰度，嗰度影我。
上去飲嘢咁，即係每一間有啲舊人自己住喺度就係啦，冇嘅租曬俾啲人咧，可以上二樓咁。可能夜晚啊，就燈落啲。嗱，又嘈啦。呢啲普通凍咪入風㗎。我覺得唔會凍，因為呢個內圍嚟㗎啦，已經都唔似係出邊當街咁。但當你落雨落雪，本身嘅天氣。漲咯，嚟睇下。威尼斯。後面頭先嗰隻船咧就冇到。哇！呢個景本來好靚㗎，個垃圾桶，垃圾車，慢啦。係啊，唔係唔一定。係喎，人屋企嚟喎。唔係入得去㗎。開放時營業時間啊嘛。一條長約600公尺、呈 S 型的歷史水鄉街道，好多悉心打扮的美少女。現代化城市㗎啦，冇嚟行原路啫，明明有個出口。呢度還好，呢度還好，呢個都係以前嗰啲係啦。如果你話自己屋企可以起得到咁有地方整啲有品味。雖然搭車時間比較長，但朱家角古鎮確實值得來一趟。湧泉橋就喺呢度啦。呢個湧泉橋啊，頭先有介紹過嘅。非常充實的一天。